老弟，哎，这个都抻啊，你整啥呀，哥？他那个门透风了，把那门打一下，透着走门。老弟，看一下行不行？哎，正好，刚好，可以继续。挂红包的门儿，挂个烟囱。这个包不能漏雨漏雪了吧，哥？舒服。哎呀，什么味儿？大哥，咱这羊肉是不是煮糊了？就知道吃。那门那块透风，我做个毡子把它包上。哎，我怕咱家这么好的羊肉煮糊了白瞎了嘛。哎，这小黑脸羊不错啊，小黑脸羊。你看这小胖子，你看这家伙。这个画的真好，对吧？正好你俩帮我把它给贴上。行，走吧。那我去煮肉去，完了你俩贴完了，刚好能吃口热乎的。二哥真勤快，今天。哎，你俩干完我不得饿死？哎。这个这么固定上不行吗？是，冷了，晚上冷了给它盖上。白天晚真冷。这大40度了，可以把这个一卷一挂就可以了呗。可以。真好看，可以吧？好看。这小烟囱我给你来个开火仪式。哎，怎么样？哇，这个好啊，真好看呐，哥！你看这个像夕阳，然后我们的蒙古包。你看哥，看今天的夕阳。行了，老弟，行了，进屋吧。加盐加盐。二哥是不是又睡了？做好了啊？好了，行啊，这大活你放心。终于吃一个现成的。辛苦了，二哥。不行不行。哎，肉煮不错呀。看着就没食欲。你别吃啊！我不吃，我一口不吃。还不错。这么说，来给你俩也尝尝来。这样，哎，夸夸他。来，老弟先免费吃。真给你，不要，真给你。我自己会吃。这整完一点风没有了吧？暖和了。差不多了。哎，门上都上霜了。这一块啊，来，确实好吃啊。有没有不一样的味道？没有。是那么丝呗。细嚼慢咽。